哎，你们都听说了吗？什么？现在大家都说以前那个老云总得老年痴呆症啊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么强势的一个人，就这么傻了？哎，现在这人呐，我以后得多吃点核桃补脑子，不然变成老云总那样，什么人都不认识了，那得多痛苦呀！不过要是这样，咱们云总怎么办呀？喂，爸。你今天下班回家吧，好几天没见你了，想你了。好，那我下了班就过去。嗯。回家吧，看一下门。段飞，你可能搞错了，我是下班了，但是你要加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？工作的时候不好好工作，加了班又觉得委屈。段飞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把乱七八糟的人带到工作的地方来。这里是公司，不是酒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啊！在车库明目张胆的做好事儿，你生怕别人不知道啊？我已经跟廖忠诚打好招呼了，今天你就在这安心值夜班吧，千万别回家。云世彤，你怎么了？我到底在车库里做了什么？你说明白。说明白？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嫌丢人。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哎，你老婆大人，你别生气了，回家吧。啊，来，你们回来了。在家干嘛呢，爸？哎呀，看看电视，看看书。来，坐。你们两个一块回来的，真好。爸，您这话的意思是，我要是一个人回来就不好了呗？哎，哪儿的事？董董，最近公司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最近你们两个在外边住，还习惯吧？我们两个当然习惯了。现在啊，我们俩很和谐。这几天啊，都没吵过架。平时都是我扫地，他洗衣服，有时候啊，他还给我做饭呢。连编好话都不会。彤彤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？你们两个也别骗我了，只要你们两个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啊，爸，最近你生病的事，在整个公司都传开了，员工们都在背后窃窃私语。现在公司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我不帮你，你一个人肯定掌管不了红顶，是这样吗？你怎么知道？遭人质疑啊，是再正常不过件事了。你们要学会变压力为动力，证明给那些曾经质疑你们的人看，让他们相信你们有能力干好一件事儿。哦，知道了，爸。看来公司我得回去看看了。你们在天涯好好的，我执行完任务
就会来找你们。来，知道了，冯哥。邓飞，红鼎的事怎么样？据我所知，红鼎每年的员工待遇还是相当好的。我怀疑，吞进这笔钱的人是韩元仓。不会吧？韩元仓作为副总，还在乎这点钱？一间仓库扣掉几十万不算什么，但你想想，红鼎下面有多少个仓库？每一间仓库侵占一部分，那这笔钱的数目还是巨大的。我去，韩元仓这个老家伙岂不是赚大发了？我跟你说，如果这是真的，就太可恶了，一定要查清楚。不是你有病吧你？干嘛这么激动啊？我这人你是了解的，没别的，就是一肚子正义感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好好调查这间仓库背后的秘密。国国、小九，你们监视天狼集团的施展厅，先查这件事。要是再有人只手遮天，红鼎一定会被吞噬的一无所有。而这件事情最关键人物，就是那间仓库主任李达。你们可以从他身上下手。辛苦了。韩志明，秦雪，怎么是你啊？啊，我经常在这边跑步，怎么你也在这边跑步？对啊。那我们一起吧。好。怎么感觉你好像有心事似的？其实师彤的事儿啊，急也急不来的，建立信任需要时间的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这次我离开的太久，这不，我刚回到天海市，却没想到等着你的是个僵局。我爸这个人啊，真的非常固执，他觉得他给我安排的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。而我就应该按照他说的去做。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坚持自己，真正为红鼎考虑的人啊，师彤最后都会站在他身边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我和我爸作对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啊，你应该用你的行动去影响他，说服他。对于红鼎啊，我爸有更多的想法，但是具体的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在国外总是喜欢夜跑吧？对啊，但是国外的夜晚比这里可冷多了。在晚上跑步的时候，你必须穿的像一头大熊一样。真的吗？总之，这次回国，我是带着留学的成果和改变红点的决心来的。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的。我相信你啊。我们发现南部的混球运动是一个更具强的广告市场，诈骗、辱骂、威胁、秘密赌博，简直是个金话。爸，回来了。今天早点休息吧，待一会儿我还有点事儿。好。你看吧，挨点糟糕的老板经常能调教出优秀的雇员。那个爸，其实我有一个事情想跟你说。你说。其实吧，我觉得师彤的想法挺好的，
对于传统产业产品来说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于已有技术的优化，也不是在于同重量级产品的竞争，而是在于……你想说什么？非常清楚。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，你现在还年轻，等你以后长大了，一定会派上用场的。爸，你能不能听我说完啊？你想说什么，我清楚得很。早点休息吧，我一会儿就忙了啊。李达李主任在吗？李主任，他都好几天没来上班了。那你知道怎么找到他吗？那就不知道了，他平时独来独往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家住哪儿。哎，你们呢？怎么办呀？天还这么大，哪儿找去啊？要不先跟老大汇报一下。李总，我们这次的电商计划已经准备得十分完备，你也看到了，就等待我们的系统上线了。是啊，你们的设计书确实很有意思，但是毕竟是给你们做这么一个大体量的设计程序，并且内容复杂多变，您给的时间确实有点紧了。我明白，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对的。韩副总，你怎么进来？我来当然是为了红鼎的利益着想。李总，红鼎的实力您很清楚，我们的强项是商业地产上，这个电商计划也是我们第一次试水，所以我们还希望您这边能够保证我们的电商计划按时上线。当然了，现在外面做这方面程序设计的公司也有很多，如果您在有限的时间内完不成的话，那您就提前说一声，我们也好找更加合适的公司。韩副总，李总，您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吗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所说的时间已经是我们这边最大的限度了。既然我们达不到贵公司的要求，那也不能耽误你们的进程。希望你可以找到更加合适的公司合作。哎，李总，你等一等，您慢走。哎，韩副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李总啊，我这是在帮你啊。帮我？您知道现在启动电商计划是多么紧迫的任务，你这样赶走一个合作伙伴，势必会耽误我们的进程。公司好像也没有决定启动电商计划。
高基，你就不会敲门吗？何主任，韩总有请。我已经下班了，没有义务去见他。你最好自己想清楚，韩总现在在等你。如果他没有看见你，后果只能够你自己负责了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会再去见他。哎，喂！秦雪。志明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不如我请你喝杯咖啡吧。不用，没关系的。钱包呢？坏了，刚才那个戴帽子的人，我钱包。我给你找回来。哎。志明，你没事吧？谢谢，我没事。志明，行了。这是你们钱包，看一下钱有没有少。谢谢。谢谢你，警察同志，谢谢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别走。秦雪，你看一下吧。还好都在。那就好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刚才？我没事。真的？没事。谢谢你啊！要是没有你，这该怎么办啊？没事，都是小事。你的衣服，你穿着吧。那我洗给你吧。那好吧，那我送你回家吧。今天我们去仓库了，没找到李达，也不知道到底去哪儿了。这是我在李达主页上找到的一些线索，还有照片上的这个男的跟李达的关系最紧密。如果李达被藏起来，我觉得找下这个男人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。一个李达就这么费劲啊？这个男人更难了吧？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线索，这个男人经常去一家会所打牌，你可以去那儿看看。可以呀，马季。蝈蝈，你们家马季把线索都给你了，去那儿好好盯着。就是，我们家马季可厉害了啊！志明，秦雪。哦，那个昨天你的衣服，谢谢你洗好了。哎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你的腿脚，这边，我来吧。今天吃了什么啊？段飞，那个，我昨天把咖啡洒身上了，然后他就借了毛衣给我，我就那个今天洗一下还给他。昨天的事不用告诉我啊。那个他刚才嘴角有点脏，所以我帮他擦了一下。我这个也不用跟我解释。啊，对。你们不认识啊？哦，那我介绍一下吧，这个是韩志明，那个师彤的新助理，我的搭档。你好，段飞。啊，对，段飞。没事，我们先上去。
这得等多久？你等人出来了已经。我饿。不是你怎么老饿呀？先说好谁买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念在过去的情分上面。我们天浪集团已经和你们公司的韩元仓副总已经有合作了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全力配合他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对不起世彤的。别装！韩总，喝了！我只说一句，全力无条件的配合韩元仓。这样做对咱俩都有好处啊！啊！你妄想！我妄想，你肯定